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喜来的，我是钟义群阿群妹。大家就知好，你台湾最近喺报道，一年四季都有无休用的果子哦，韩国台湾的果子最近喺当好食。不过啊，像阿群妹爱带喏，就一三年听听，有上次啊去市场买呀，这个促销的水果有没有破盘价，卖东东真不卡。不过一下会杀生唔退，咁生用嘅晒，佢就可能会变快退，过后就会留去跌退，你看几大送诶。古时候啊，呀哈，天天呢有一种产品，按到干燥的一种果子吼，叫做果干啊，反义讲按到果干。不过大家想到果干，可能又会想到讲，可能会变动到痛啊，韩国可能会有呀防腐剂啊，等等营养啊，生了呀果干，生了去做得食呀，去做唔得食啊。今晡日就会来同大家讲，生了呀果干按用诶，将做得空天的生哦。欢迎今晡日的来宾系你感情乐业重拍人，欢迎范太哥，欢迎。主持人，电视机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感情乐业创办人范耀鹏。欢迎范太哥来到你节目当中吼，今日就会来同大家来收集果干。生了呀，果干其迄个定义是什么啊？乜嘅按到果干呐？就是水果有嘛吼，就是阿琴妹听我讲的水果，无法度东西保存下来，那我们就是要把这个水果有嘛吼，用东西拍，用低温烘焙的方式，让它可以继续保存下去。上海只那杯自家上海吃果干的时间，你就做得拿来品尝。哇，古时候其实懂简单，果干就是干燥的果子，就只有这样，对不对？轻简单，低温的烘焙。是。不过那杯可能有冻到法拉比包冻到无空用的果干，那我们这样子讲不一样的果干，但是呢，刚刚大哥 TPA 讲到是。台湾老给拍耶，生来这么该这个果干要老给台湾拍呀？因为低温来拍有嘛吼，佢嘅时间哦，还有佢嘅温度，还当重要的哦，把最好的水果的原味把它保留起来，让时间还有温度哦，让它变成香气还有它的味道都锁在里面。不过还有一项当重要的，因为等到颜色果子出太好色营养呀，另外一项就是因为果子低度的营养，比如讲像是维他命 C， 水果里面有非常多的营养。个问题是，假使讲果子经过拍以后，一到营养成分还会留得冇？留得起来，差不多留60%起来，佢嘅香气。绝对做得留起来，维他命 C、膳食纤维、维他命 E， 那当然会有一些少许会唔显体，但是60%以上，其含呢会保留在我们的果干里面。哇，古时候爱上也是一种亚哈泰嘎水果子，另外一项的选择同冇，另外一种选择，因为假使讲亚哈亚的季节做唔得吃到很甜的果子，假使讲有果干。就做得第一天的时间，吃到很甜的果子，对不对？有按你要在意义在底部。因为报道喺台湾来讲，一年四季佢产的水果係無共用，像日下呢酸呢，產出動態，但係冷天的時間，會吃到係啊冇當然像喺吃到按樣的去米土來講。就会可以选择我们的果干，对，就做得是果干。是的。佢刚刚讲到嘅，台湾来拍啊，一般想讲拍冻液啊，嘅高温拍啊，烤箱拍啊，100度、160度、180度拍啊，安尼就拍好啊，做乜梗爱台湾来拍？所以呀，台湾嘅温度係幾台灣嘅。水果来讲，佢有含有丰富的维他命 C。喺温度有嘛超过差不多60度来讲。佢嘅破坏佢嘅颜色，佢嘅氣味。古時台灣派有動態意義係愛保存佢嘅營養，還個保存佢嘅色。
颜色来讲，还有佢嘅味道，当然有得像果干来讲，佢搭种水果，佢配嘅时间，还有佢嘅制作，烘焙温度，全部係冇共用嘅。哦，搭种果子會冇共用。係錯。哦，比如講像亞樹紅椰汁，這個果乾，大家做嘅同款那也係嘛個果乾，也係紅心芭樂，對不對？紅心嘅芭樂。對，這麼個我想到講，我用紅心芭樂。我們也有原味的芭樂，也有紅心的芭樂，但是佢嘅紅色做嘛有得做得，當佢嘅色，當佢留下來，對，就會用低溫烘焙的方式，當佢呈現大家做的濕的度，色氣味全部保留，天然的原味。真嘅，阿權冇硬來食看啊，有條攞波嘅嗰種芭樂乾啊，會凍硬。不過也名起來是軟軟的，唔會凍硬來食看啊。好香哦！紅心芭樂同傳統嘅芭樂，夾嘅面頭係冇共用嘅。那紅心芭樂夾嘅面頭嘅特色係乜嘅？佢芭樂來講，有冇烘焙出來佢會濕濕，低溫烘焙時間來本佢較長啲，加一啲啲嘅糖有冇？要有一啲啲嘅糖，一啲啲嘅呢砂糖，佢就會變咗有冇會 QQ， 還有佢嘅味道會走出來，會保留它的天然原味。比如講像亞種紅心芭樂，按嚟切。佢配大碗配差唔多愛配幾久？差唔多30點鐘。嚇！等一下，30點鐘唔係3點鐘呢？30點鐘，差唔多40度，將近50度嘅溫度，然後佢配時間來本佢長期嘅天然氣味原味，係呢隻地步。哇！古數啊，呀果乾還唔係按簡單做得做的哦，按你細細皮的這個紅心芭樂的果乾，愛配30點鐘按長的時間。對，除咗呀，這個紅心芭樂果乾以外，家下講也係有加一啲啲嘅糖，俾到愛本家嘅口感含較好，會 Q， 含個食起來較好食，含個愛本嘅保水。因為我們的糖就會讓你清口最天然的防腐劑，但是是天然的哦。好，除咗也係有糖嘅以外，其實啊，當當你咪想講，我想愛食它黏蜜嘅果乾啊，其實也有，對不對？是的，也有原味的，沒有加糖的，像芒果。講到愛口藍水就會流出來耶，因為我很喜歡吃芒果，韓國皮乾哦。這個芒果的品種是什麼芒果的品種？台灣的愛文芒果，愛文品種，全世界有冇呢？屏東東台南產出的愛文芒果是世界就是清整貴耶，清厚身耶。對，只要我們的愛文芒果，國外的人都很喜愛。真的是愛文芒果加個香味啊，唔好因為佢配咗果乾以後。味道不會有太大的差別，那個香氣你還是可以懂清楚會感受到愛文芒果的香氣，而且這個是沒有加糖的嗎？完全沒有加糖，這就是你台灣愛文芒果本單的甜味。錯。哇，古時候翻太講你咩會因為亞果子嘅冇共用來結天生來這個水果會加糖嗎？媽會按樣看，因為佢嘅水果本身佢嘅甜度、熟成度有都會發有冇就會做即無糖、無糖嘅酸奶乾。比如講像亞樹紅也係另外一隻，也糊糊嘅，唔過我看那些也係嘛嘅，因為佢蛋糕那個種子有冇？大家認同清楚，這個是紅色嘅火龍果，食看啊！哇！要凍盤，韓國人底部鹽抽起來很像那個芝麻的感覺。底部有按有做的咬到嗒嗒嗒。對，好特別哦。韓國有咩凍甜呢？點啊冇加糖嘅哦。
呀，咩係無加糖嘅火龍果，咩做啲無加糖？錯，台灣品種來講有3種嘅火龍果分析咧，托就係托本嘅係糖分較高嘅，也製作過程來講有冇嗬？佢嘅時間差唔多48點鐘。哈，因為佢含較盤，含個火龍果的水分是不是比較多？對，還有芒果。那最重要當然佢冇加糖。冇加糖來講，佢就唔會加啲咁樣嘅重量，佢嘅時間差唔多就是來較久，還有佢嘅溫度過去差唔多38度到75度左右嘅時間，咁樣當佢烘焙，當然也咁樣冇糖嘅來講，佢嘅成本就會較高啲嘅。哇，我搶上我出吃到工作呀，果乾真嘅唔係咁簡單嘅事情哦。你看冇扣用嘅果子，要用冇扣用嘅時間，冇扣用嘅溫度，可能連切嘅方式都冇扣用。按用心去研究呀，各式各樣果子，用嚟來做出果乾。其實啦，還有含較多種類同商品，同大家來分享。先休息一下，等下再個再來。又轉到福起來嘅節目，我係綜藝圈阿權妹。今日節目底度愛同大家來分享哦，係甜鹽嘅果子乾燥做嘅果乾。當天片加下阿權妹生日呀，紅心芭樂，還有 Andy 嘅反酸，還有我們的這個火龍果，很好吃，都好食嘅果乾以外呀，加下有講到好係大碗配嘅，不過其實啦，按嚟用機器配。畢竟還是要用電啊，還是要再花成本啊。我有一個問題就係做乜嘅冇直接用熱頭曬就好誒。用熱頭來講，台灣有時候係咧會落水。像上屆年來講，即台南部長數嘅水泥來講，係是幾百公噸嘅。哇！所以講用熱頭來曬有冇嗬？來配人工愛發含較多來照顧，對不對？乜冇安太嘅重體，所以講好多啲品質來講，係咧用機器用配咁樣機器來烘焙，咁樣品質上做得更加穩定。比較可以較穩定就錯嘅。嗰日下像日下熱天啊，大家可能會冇按油嘴掉啊，可能夏天太熱，沒有什麼胃口。古時候好食酸酸甜甜的東西，像日酸酸甜甜的果乾，係唔係咪做得搶翻泰過來同大家紹介一下？有哪幾種係酸酸甜甜的？酸酸甜甜來講，就像檸檬，還有柳橙來講，也酸酸甜甜嘅。西梅來講叫做凍愛，是到甜蜜嘅迄種嘅，那種感覺，像雅樹紅也係檸檬，檸檬。韓國它好漂亮哦，佢做的有一些已經有一點透明的感覺了，對不對？一般的檸檬來說的話，它的外表會呈現苦跟澀。錯，加個皮，因為有精油。對，穿成皮樹。那檸檬來講，我們經過我們的時間，那再加上我們的烘焙還有醃製的時間，給是都天然的味道，又會從你的鼻子那個香氣就會出來了。哇塞！要加個蒜米，韓國剛剛講有滷溝，是不是？有醃過？錯。有醃過，所以它的苦味真嘅完全唔會食到嗰種苦苦嘅味絲。比種講像懂得有一些的，比如說像這種芸香科類、這種檸檬啊、柑橘類的植物做成，比如說像果醬好了，甚至連那些柚子的果醬，加個皮就會有一些的腐。唔過呀。完全冇食到負面呢。係，我特別凍豆油冇嗬，喺檸檬油冇嗬，再把它製作出來嘅。哇！用心嚟做嘅。像也係要加糖嘅。係，加一啲啲嘅砂糖，還有一些的那個麥芽糖。好，還有麥芽糖，難怪佢會按你甜，有冇？晶瑩剔透的感覺。是。古時候除咗呀，檸檬以外，係唔係還有另外嘅？剛剛講柳橙是不是？對。柑咩？柳丁啊，柑咩？柳丁這種。對。佢配到較燥啲味，但係佢香用哦，外皮嘛係不會有苦澀的味道，都奇怪。你喺香上面有冇嗬？
像阿琴妹是好好吃哦！哎呦，恩人做出恩人的东西有嘛哈，我们就甘心乐意了。甘心乐意哦，真的好好吃哦！哎，董浩是这个柳丁呢，因为是它那个旁边的果肉啊要浓啊。平常是 Anki 是某色亚浓，吃鲜果的时候，我们不会吃到柳丁的这个皮，加个浓，加个皮。不过母香都做成果干这么好吃哎，它的这个果囊没不但不会腐嘿，这么干你做果干以后就不会腐哎。这个也是我们会有加我们的时间，用感情下去做的。对，时间跟感情，韩国同温度面都有关系，对不对？每一个不同的水果都有不一样的温度，不一样的做法，我配某 Q 的时间。这些环节全部都冇用，像安尼柳丁有嘛吼，冇可能会吃到几个皮。好像穿成皮树，给来底部的这种的浓厚的这个柑橘类，透过我们的果干，那观众嘛做得吃得到，就做得留下来，对不对？平常是 M 色的呀，给颜色的柳丁全部都给你做成果干好了啦。好，通通拿来做果干，比较喜欢做果干有没有？好，接下来是呀，也是你的凤梨。凤梨加个馅的冇共用哦，有的对电脑会看到的那个凤梨的果干是圆圆的一片，这个是一堆很大的、很厚的一块耶。那果干来讲，有冇盐呢？也蛮有做，但是做到了哈，做他们的果干研发很多年。最重要的，我们的凤梨，好，它咬下去，咬下去，底部会有酱实的感觉，底部软软，脑部有冇好 QQ，也是我们很特别的烘焙的制成，好，跟外面的人不一样。因为它唔会规造就会糟糟，虽然它是果干，是，但是它里面还会留有一些些的水分。韩国脑部会糟糟，底部係水分，韓國食起來濃香濃甜，也係乜嘅品種嘅鳳梨啊？這個是金鑽，台灣的金鑽鳳梨。對，好好吃哦！韓國嘅個香味唔會凍出，是，整個就非常的好吃，濃好食又濃甜又濃香。古手川家下食到嘅3種係油加糖嘅。鳳梨咩係油加糖，加一啲啲的糖，加一啲啲的糖，味道本加嘅口感鹹卡好，對不對？為了提升它的口感品質，我們會加一點點的糖。對，嘅出題啦，有按到果乾以外，還能夠看到一隻糊糊嘅，看起來有一點像蜜餞的，嘅係乜嘅啊？有動態的啊？就係屏東的蜜絲棗，像過年吃到強強的嗰種的蜜絲棗，就係這麼強會變成五色的。因為你要低溫熟成，大約要3個月的時間。3個月，佢製作的時間，呢棗子來講，佢會一條一條有嘛吼，像風作用嘅，愛當佢倒嘅有嘛吼，愛當佢切開。過來底部要加麥芽，麥芽讓它吃落去之後，用低溫熟成的方式。差不多3個月的時間，佢食落去，加因為感覺底部，佢膳食纖維凍充，那安尼蜜絲棗下賣有愛小去日本，佢拿來做嗰種嘅酵素膏，係。做得拿來做酵素。錯。哇，古時候就表示佢真嘅蜜餞過後乾燥過後，還做得保留凍到佢嘅營養養分，還做得拿來做酵素，按嚟對身體好嘅東西，錯冇？是，最重要做得為安尼農民有冇吼，嘛即國外有冇吼，看到台灣有按好嘅東西。台灣果子已經有啦出名嘅，韓海本地韓卡出名，對不對？唔單止按嚟哦，今年啊，有啲網路上看到，當到日本啊、韓國啦，全部就流行拿一罐水滴入凍漿，把它變到凍到色。那這個就是我們說的果乾水，或者是水果水。唔過翻泰國，人的凍鐵片氣咖咩油來做果乾水，對不對？因為有冇吼，你喺日本流行咧，過來韓國流行，台灣嘅水果絕對做唔得輸人。絕對做唔得輸人咯。過來台灣嘅水果，佢嘅香氣來講，
都有日本、韩国买進來有冇做比較？但是日本人、韓國人係你講，呢國間世界第一，真嘅係有哇！因為台灣的果子反映韓國呢農業技術就係1.1、1.3嘅，呢種出來的果子當然沒清香，拿來做呀水果水，而且我想做呀水果水係唔係夾嘅香氣含較重要？香氣來講，是取決於佢嘅熟度，還有佢嘅品種，呢時間嘛供用，當佢配嘅時間，要保留。其實低溫烘焙就是要保留它天然的原味，當然，呢製作過程會比較繁瑣，但是我們留下來的天然的氣味，會懂。配咧國家係無共用嘅，食起來無共用嘅。古上嘅長番太哥講起來哦，以前啊，也做果子、做水果水嘅也果乾，還係同做愛色列果乾製作嘅方式，會無共用？無共用，無共用。因為做果乾水來講，佢重甜，佢變到啲香氣，香氣來講，就是。沒有去加完全的糖，再個加糖誒。古時唔看哦，按有頭腦嘅方式來享受你台灣嘅果子，而且休息一下，等下再個同大家分享這果乾水的好秘辛哦。分享大家真都福起來嘅，我係做一群阿 Q 妹，要到時間4點半咧，還冇10杯，差唔多誒。4點鐘誒，青色哈來一杯這個下午茶，對不對？不過我的下午茶顏色很浪漫哦，很漂亮的顏色，也就係番太哥加的起家做的這個果乾的水。對不對？也係乜嘅果子嘅顏色啦，因為暗醬啊。也就是火龍果。火龍果的顏色，韓國熱情洋溢就變成紅色的。當然底部還有一些柑橘類嘅東西，東西夾咗向下，佢就會氣味又融合起來又冇共用。也係用冷水就做得泡嘅。冷水就做得。冷水差唔多20分鐘，那溫的水油嘛，差唔多3分鐘，佢一梅頭就會抽出來咧。哇，古時冷水就做得泡出暗醬，韓國米絲又暗好的這個水果水，可能有當人唔好攝水，唔過水對人身體當重要，假使唔好攝水的人，可能就做得用暗樣的選擇，對不對？錯，第一個視覺的感官，還有米天然的補充的維他命 C。真嘅，韓國我有看過當到傳糖啊，其他都是在水底度不用一些香草。可是如果換成水果的話，換成果乾的話，我知道這種那種視覺的效果會更好，對不對？對，還較香嘅。係，兩後生人有冇都有療癒的感覺。對。然後就會開發一樣嘅東西，幫後生人離台灣。掠啲土地，做得種出暗好嘅水果出來。真嘅，呀，後生人真係壓力動太好，需要來罐水果水療癒一下。像呀罐呢啊，罐呢係喺玻璃做嘅哦，對不對？人家就起架線呢呀玻璃嘅罐呢。係，做呀玻璃有冇因為冷水、冰水還有小水，都唔怕。全部就做得，韓國底度還做得看到很療癒的畫面。底部有凍到果子，我哋團乾啊，也有檸檬，對不對？韓國有一堆看唔出來，等下再個團。有另個，對不對？韓國也一堆，我看起來很像那個東江浦佢佛手柑。啊，我香港鋪誒用嚟拿嚟做水果水，原來它是佛手柑。佛手柑佢有一啲啲嘅苦苦，但係佢嘅梅頭油嘛真的女孩子很療癒。哇，古上面有暗嚟嘅水果水，韓國那個一根，這個看起來好漂亮哦，也底度係乜嘅啊？也係有機嘅玉米鬚。玉米鬚，玉米鬚水。你講玉米鬚有乜嘅對身體有乜嘅好處？玉米鬚就是，我記得是可以
可以去水肿，对，可以消水肿，可以排水。是。对，古手亚哈市面红琼很多便利商店啊，面有很多什么玉米须茶之类的亚种跟饮料，而且它其实没有咖啡因。对不对？没有咖啡因。对，它没有咖啡因。古手你看，你做的有果干水，而且果干还有各式各样无穷的果干，做的泡果干水，唔但像色嘞好色，韩国又做的本色哈大的味水，对不对？除了呀以外啊，还有另外的商品哦，比如讲像头前呀吸干，很漂亮的果酱哦，像呀果酱的部分哎，看到东想哎嘿这个红心芭乐的果酱。因为它是粉红色的，好可爱哦。那里面也有果粒哦。那当然，红心芭乐来讲，像台湾的果干水，起码做得加一滴的落去，哦，今年的心情就会变成很快乐啊。红心芭乐，所以今年的果干水加了红心芭乐就会很快乐。跟另外一个嘿，这个是甜柠檬果酱，是，对不对？甜柠檬果酱又很用诶，一种果酱。甜柠檬，柠檬还有再加上一些柚子皮，真的都看得到果粒。我们这个都是要熬煮很多个小时，再加上我们的冰糖都给要你慢工出细活，都给煮出来的。韩国沙哈雷是洛神花，也是很漂亮的颜色。还有亚黑凤梨，错。完全看得出它的果肉都在里面。视觉感官猫油，还有最重要也果胶，还有没有加防腐剂？对，那我们的味道真的是就是天然的水果做出来的东西，没添加任何的化学添加剂、防腐剂。其实有懂得果酱，它是有果胶的，那看起来很像果冻，是，对不对？是。那其实给嘿有加其他的东西，你像亚黑清单纯呢，就是果子然后桶，就这样而已。错，还有时间慢慢的东西煮，用几个米头油嘛，东西慢慢的煮出来，错。不过像呀，他设的按斗种果子啊，告诉讲，我黑小飞长，就会有一个问题想要问老板哦，老板，请问一下，我们这些水果啊，尤其黑像要柳丁啊，韩国要雷蒙啊，要皮全部就会设到40度。跟哪个果子黑那片来啊，有硬性无啊？水果对人来讲，我以前就是差不多10多岁，我就在青果行打工。调加油嘛嘛东上来，从台湾的调到台湾梅，都爱会熟悉以前呢嗲的果农来挑选水果来讲的话，那以前全部用惯性的做法，我们现在都在配合这一些的果农，就是让它成为自然耕作，那过来有机会再变成有机。那按原来果农来讲，都可以配合来讲，我们的单一的价钱我们都会拉得比较高，希望让他们从惯性变成自然耕作。那当然我们坚持在这一块地不用除草剂，因为除草剂来讲会伤害台湾的土地，差不多3年的时间。买的水果我们都要经过农药检测。那当然我们的那个对农民的要求也都会比较高。那当然长期在配合的这一些农民来说的话，其实在5、6年前要跟他们沟通这一个区块，跟他模糊沟通啦。应该嘿啊，我本单种惯性农法种得好好的啊，我哈缝片处理呀，跟伊哈来同我买购置还要规定我要用什么方式种。那这俩地波，我们还是会希望说，让他们会去知道自然农法，甚至爱护这一块土地来讲，我们当然这时间我们都会去跟他沟通，如果他愿意的话，我们的就是会给他的那个均价有没有我们就尽量把他们去拉高。应该讲本地也有较正确的概念，对台湾土地。好的概念，本地也就想到讲，假使讲种安尼的果子，对你的土地是友善的，对你的环境是好的，种出来的果子吃起来又是好的，又做得卖出还较好的价钱。错，真嘅，本地地按样有嘛爱护
一體台灣嘅啲土地啊，本後一代有冇吼，生意呢有冇吼，佢就啲台灣嘅好。很較好的想法，對不對？我想有個品牌叫做甘心樂意，對，甘心樂意，就是甘心樂意在這一塊土地認真的付出。哇，而且其實啊，番泰國佢笨蛋啊，沒一開始就做果乾哦，其實看得到懂到台灣的果子，台灣的種果子的農民讀到會懂到困難，其實你去揀咩讀到個懂到困難。係真嘅，對水果來講，我10歲我就做賣水果咧，好，那家下我調價就會從南到北，去土我去買水果，哦，當然做餅之前我都存1多錢咧，但係過來年紀氣盛，做餅轉來家下，然後有差唔多有2年的時間做水果，跌了一大跤，好過來，其實家下有冇好當講水果？過來就唔敢去買水果，過來我就去做貢丸，貢丸有冇好做？你喺傳統菜市場，做埋如果就如果轉去會買到水果來講，就會差唔多就傳統市場以後就是那時候會開發一個泰式的商品，但係泰式的商品還沒會酸酸的東西，這個全部係進口的萊姆汁。剛剛我就想到有冇吼，台灣吼屏東嘅青檸檬來講，譬如佢嘅酸氣、佢嘅香味，吼勝過全世界。我就想到用擺用亞台灣嘅檸檬，然後來做出一條商品，青米一層努力，一層努力以後就變做甘心樂意，也按斗嘅商品。咩係因為大哥你自家對果子了解非常多。家下要感謝我嘅調價，土我下去，吼看帶我熟悉按度嘅果農，吼即地輩學習了當多，吼過來又經過也檸檬汁，吼過來又研發更多的水果汁。對。越跟這一些農民接觸的時候，就會越想要問，可以為他們可以開發什麼東西。其實果乾的一路走來，其實也倒掉很多，因為我們在研發的過程中，用辦試，東西變做更加好吃。哦，其實兩條路行起來甘心樂意啊，就看到兩位啲農民來講，係佢嘅水果種到哪邊去？哦，銷到哪邊去？佢馬當有兩種嘅成就感。不錯啊，也係按到嘅成果，就變做一堆一堆好色又空天的果乾，全部都是甘心樂意。今日真見到什麼番泰國同大家來分享按到品種嘅果乾咯，什麼番泰國？什麼阿奇妹？什麼？沒什麼，各位觀眾朋友，收看先休息一下，等下聽聽運動欣賞，向下來做運動了。